各位標迷大家好啊，我係 Winaway Watch 阿 Ben。今集咧阿 Ben 咧會介紹一隻 Casio G-Shock 俾大家啊。咁喺鏡頭面前啦，有一隻咧顏色咧非常之特別嘅 G-Shock 啦。咁啊呢個顏色咧就接近呢個大自然氣息啦，有個樹木紋嘅感覺啊。咁啊係個泥黃色嚟嘅。咁佢呢隻錶咧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做咗呢個泵把位啊，已經好耐冇出過呢啲泵把位㗎啦。咁啊呢隻錶嘅型號咧就係DW5600PD-5啊，咁呢隻5600外殼嘅錶款啦，咁啊最主要就係玩佢個顏色啦，同埋個泵把位，咁啊正顯示睇時間都非常之清晰嘅呢隻。嗱呢隻錶嘅手錶規格咧就係直徑咧就42.8mm，甩條甩咧就48.9。厚度方面咧就14.8啊，重咧就55個 gram。成隻錶咧就用咗樹脂嚟做嘅，咁啊樹脂外殼啦，樹脂錶帶。咁錶扣方面啦，咁啊做咗兩種顏色嘅，一種咧就係一個泥黃色啦，跟住咧然後呢個扣位咧就係做咗個深啡色嘅，咁啊接近呢個大自然氣息啊。咁啊錶扣咧就做咗個不鏽鋼嘅錶針扣。嗱功能方面啦，咁啊基本功能有齊晒㗎啦，鬧鐘啦、倒數、計時。嗱仲有個夜光功能嘅。夜光咧功能咧就喺右下角呢度啊，嗱撳住試一試個夜光效果啊，做咗個綠色嘅夜光啊，藍綠色嘅夜光，防水200米啊，咁啊試上手俾大家睇下個感覺先啦。嗱呢一隻正方形啊，八邊嗱一隻八邊方形嘅5600款，加個泵把金色嘅電鍍嘅泵把。咁個泵把可以自己除咗佢嘅，其實如果你話唔中意嗰個泵把都可以，但係我覺得呢個泵把咧係佢畫龍點睛嘅地方啊，更加保護到你個錶面。嗱，講翻價錢先 ，DW5600PT-5咧呢隻錶嘅價錢咧，而家我哋做緊648，咁啊有興趣嘅錶迷咧可以過嚟揾阿 Ben 啦。咁啊，今集嘅介紹嚟到呢度啊，希望大家會中意我介紹啦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